截至2026年初，香港电动车约15.6万辆，占全港汽车的17.2%。新登记私家车中，电动车占比逾70%，增速全球前列。数据显示，运输业碳排放占香港碳排放总量的20%，而电动车零尾气、低成本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香港低碳环保发展的关键。然而，不少车主仍有续航焦虑和充电顾虑。当越来越多人改用电动车，香港的充电配套设施准备好了吗？目前，香港公共充电器约1.7万个，平均9车共用1个，比例中等偏紧。但香港由于13万个家居及屋苑充电位，加上私家车日均行驶仅30公里，实际公共充电的压力可控。真正痛点在市区热点及快充站，尤其是在交更的时段，电动的士想要充电，排队动辄半小时以上。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年中，充电车位增至20万个，支援30万辆电动车。2030年提供4000个快充器。近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香港新能源發展研討會上，來自政商學界人士就此問題提出建議。咁我哋就發現其實而家主要個服務點咧係集中喺維港兩岸，而喺外圍就明顯不足嘅，包括元朗、西貢、屯門呢啲地方係最急切地需要更加多嘅充電設施。住宅相對上多啲區域，咁我哋就建議可能可以安裝一啲喺住宅區裏邊嘅一啲中速慢速嘅充電設施。咁用戶其實可能泊低架車充電充過夜，咁已經係滿足到佢哋嘅需求。但係譬如啲西貢啊、東區嘅呢啲地方，其實個相對上個商業樓宇係多啲嘅，亦都可能佢哋消費力會高啲。咁我哋一啲收費嘅高速充電嘅設施，可能就相對上合適。我希望譬如政府有多唔同嘅資訊嘅平台啦，咁包括一啲有個叫出行易啊或者智方便啊呢一啲嘅App， 如果我哋可以聯繫到唔同嘅服務供應商，俾到更加準確即時嘅數據，俾用家知道邊個地方有充電設施係可用嘅，或者個價錢係幾多嘅，咁呢個會俾用家會更加方便啦。香港最難就係樓宇同埋停車場嘅條件相對比較複雜。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啲舊式嘅住宅啦、商廈停車場，因為佢當初嘅設計冇預留過要有 EV 充電嘅需要，所以香港需要嘅係因地制宜逐個場景去設計嘅一個解決方案。而另一個挑戰就係用電嘅負荷同埋用戶嘅體驗。用戶真正關心嘅乜嘢？有冇位啊？快唔快㗎？安唔安全啊？價錢平唔平啊？收費清唔清晰啊？等等。大家都知道的士車佢哋交更係有個固定嘅時間，可能係下晝4點至5點呢個時間係一個交更時間。突然間有幾百架、幾千架一齊排隊入去一齊充電嘅時候，咁呢個高峰期嘅充電個電壓夠唔夠啊？電力夠唔夠啊？要等幾耐啊？所以如果喺未來 EV 我哋而家充電，而家唔可以淨係講硬件有充電器、充電站，反而係要睇埋軟件啦、大數據嘅分析啦、預約系統啦、支付系統啦、智能負荷管理同埋維修保養都要一齊配合。只有當基建管理同埋使用體驗都成熟嘅時候，低碳出行先係真正走入市民嘅日常生活。然而，挑戰遠不止充電樁，要真正的減碳，必須要從源頭革新電力系統與充電方式。如何破局呢？社會各界給出多種答案。短期當然要擴展個充電個基建，等用戶可以更加有放心，將佢哋嘅傳統汽車換成一啲新能源汽車，呢個亦都係一個最急切嘅痛點。中期嘅時候就可以慢慢推廣一啲其他嘅新能源汽車，包括可能輕車啊、甲烷車啊。而長期交通系統嘅電氣化同埋一個電網嘅脫碳係需要相結合嚟到將整個碳排放降落嚟。其中一個可行嘅方向，我哋建議就係譬如海上風力發電啦。咁我哋都希望喺2030年之前就可以做一啲測試嘅項目，等政府可以有一啲多啲嘅數據嚟到支持呢個風力發電嘅發展。咁另一樣就係叫做 V2G 嘅concept 啦，即係 Vehicle to Grid。因為充電嚟講，其實係一個對個電網好大壓力嘅動作。咁但係反其道而行，譬如夏天冷氣需求好高，每棟大廈都開行晒冷氣。如果嗰陣時我哋可以將一啲電動車變成一個電能嘅儲備，將佢哋儲存嘅電放翻上電網，咁就可以做到一個錯峰，將個峰值減緩。咁呢個其實對於整體嗰個電力系統嗰個容量、化石燃料發電嘅機組咧，嗰個運作亦都可以更加穩定同埋
整體嗰個碳排放都可以減低嘅。我其實期待無線充電係將會大行其道嘅。直流快充已經有標準嘅問題，咁換電個標準要求更加大嘅，因為每架車擺電池嘅位置都唔同嘅，甚至乎用唔同電池、唔同電壓都有嘅。無線充電呢，有個獨到之處啦，非常之安全，佢唔會有觸電嘅危險，非常之方便。無人駕駛汽車，我哋唔會期待佢停喺個地方揾個人去同佢充電㗎。如果有無人駕駛汽車呢，無線充電應該係必要嘅條件嚟㗎。靜態就可以好快啦，我諗未來1-2年間就會有㗎啦。動態呢，我會估計5年後先有機會有，因為佢需要嘅投資相當之大嘅。佢個好處呢，就係你將嗰個發射電源呢，就擺喺路嘅下低。咁個車喺上高行嗰時咧，就可以接收到個電磁場，就可以吸收到能量，就於是乎可以充電啦。如果你可以邊走邊充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多電池嘅，對成個環境都會係有好處嘅。產電第一，你都係要有一個環保嘅考慮嚇。如果你仍然係以前嗰種火熱啊，或者叫做火電啊，即係譬如燒煤等等咧，都係大家會認為要改變嘅。對於個環保啊嘅效能方面啊，亦都係一個可持續性啊，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家會有關心嘅地方啦。譬如核電嗰方面，可以喺內地引入更加多啦。咁另外一啲新能源嘅發電方法啦，國家其實大力發展唔同嘅另類發電方案。其實你見到而家可以話都佔咗差唔多20%，國家嘅發電可以能夠通過呢啲更加潔淨嘅能源。電動車是香港低碳轉型的重要一環，但成敗不只取決於賣車，更在於充電基建、能源管理與政策配套。唯有務實創新，才能夠推動更高效、更便捷、更可持續的電動出行生態。